今日咧有單新聞係關於野豬嗰單咧，我相信好多朋友聽到或者睇完嗰單新聞咧，都會好唔安樂嘅。咁因為其實好大機會嗰啲野豬係好肚餓或者迷失咗路，而且大家如果喺電視睇得到咧，或者互聯網睇得到嗰啲影片咧，其實嗰啲野豬係好細隻嘅咋，根本係未必。同埋好大機會係唔會傷害人咯。咁其實政策嗰度有陣時係如果捉到啲野豬，而係會將佢放翻落去呢個郊野公園，同而家咁樣做法係咪又需要審時度勢再去睇睇嗰條條例係咪好唔人道？又或者香港係咪真係要多到要將佢即時捉即係用彈藥處理咗之後迷暈咗之後就要人道處理啦？係咪真係要去到咁呢？香港而家啲情況係咪真係咁嚴重啦？又或者其實成條法例審視嗰陣時係咪可以俾啲執法人員再去而家審時度勢，再去修改嗰條法例，多啲唔同嘅處境可以俾執法人員去評估。哦，第一原來殺傷性嘅就可能而家咁樣處理啦。第二，譬如有啲點我哋又會點樣樣，好似近時咁回歸翻，係擺翻落去郊野公園，冇咁殘忍咯。成件事真係令到人哋覺得好唔安樂咯。希望咧真係政府可以即係重新審視下呢啲咁嘅情況咯。